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下面张伟明咱讲哦，今日是零确诊，但是咧过去这段时间哦，互真侪人吼有影惊出这个真侪唱歌吼，来看到讲台湾伫咧这段时间来讲，有影真关键，因为咱讲吼武汉肺炎全球已经超过着6738万确诊，死亡的人数嘛是124万超过啊吼。咱嘛讲吼，最近东南亚这个医工吼，最近10天以来哦，境外移入已经来到60个确诊哦，目前已经突破700外例啊吼。突然间这个境外移入，嘛对国内检疫能量甲病房这个能量，拢是一个大考验啦吼。首先，咱嘛讲到过去咱要封堵境外机场是一个大挑战，即阵煞伫检疫期间哦，可能佫有其他所在会漏沟去破口的这个所在吼。亲像咱讲，医工所在的这个隔离中心嘛是医管中心吼，条件真正无遐尼好，40几个人要50个人吼，挤一个人讲挤一个这个大通铺内底啦吼，所以真正是病毒咧传这个真大这个所在。另外，咱嘛讲到医工这个确诊快速增加，嘛有新北市长侯友宜伊讲啥，爱考虑着讲哦，这个国外台检的这个报告，敢会当来相信？另外，咱嘛要讲吼，这个地方也好，中央也好，监控医工、鱼工是全面来升级啦吼。因为这回这个代志就出伫咧医工，这个医管中心也好，也是讲这个宿舍啦吼，困大通铺，咱头都嘛讲到，所以另外就是爱考劝吼，所有人拢爱遵守着这个防疫规则。另外，咱嘛要带大家来看看吼，伫咧这个月啦吼，咱讲确诊的这个人数26例是印尼啦吼，菲律宾有3例吼，咱讲10天以来，因为今日是12月初7吼，连这个11月27、28、29吼，安尼加起来10天已经有60个境外移入，拢是来自这个移工这个部分啦吼，所以透过今日节目，咱做伙来关心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接着，现在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研究员吴静茹，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中基儿童感染科主治医师黄玉成，大家好。第三位咱们邀请咱的老朋友哈，心肝病院副院长洪主任，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首先啊，咱就来带大家看讲吼，这移工这回咧传吼，真正是真紧啊！尤其是这个境外移入啊，本地阁有人咧谣言讲，是毋是这个吼有人这个逃走去的这个移工，可能会真做是咱本土案例这个一个大破口，先做来看。一个30多岁印尼籍的女性移工，这个月初4检疫期满了后，因为雇主要求自费采检，才确诊新冠肺炎。疫情指挥中心针对这件代志，紧急调回捌甲伊住伫咧宿舍的47个移工来采检，才互移工宿舍转来公开。台湾国际劳工协会批评讲，国内真侪移工的宿舍环境真歹，有150个人钱做伙困，而且做伙用一间便所，根本就无法度落实防疫。而且移工的检验也是有状况，要处罚雇主是真无公平。到台湾还没到雇主家前，雇主完全不知道中介公司怎么外包，除非移工跟雇主犯法，否则那个罚不到中介的。所以其实对于中介来讲，根本没有罚则可言。国内感染症的专家嘛烦恼讲，今年4月份新加坡捌发生大规模移工宿舍群组感染的代志，可能嘛会伫台湾发生。建议国内核酸检验阳性CT值的标准，应该拄即马35提高敏感度到40，安尼才会当找出无症状的感染者，降低社区传播的风险。只要他有病毒，要尽量把它抓出来哦。所以我才会说，我们的 PCR 是不是要考虑把那个 CT 值从35提高到40？只要是40的，都要抓来重验，甚至要加验抗体。李斌表示，部分移工可能因为语言障碍，烦恼工课因为病情受到影响，甚至是惊讲会去互遣返等等的原因，所以唔敢汇报症状。所以嘛建议所有外籍人士，包括移工14天检疫期满进前，应该各一个采检，甚至是加验血清抗体，会当帮助了解过去感染的状况，而且找到感染源。记者综合报道。咱讲哦，将近要50名这个移工哦，自主健康管理竟然带上这款的这个咱讲的大通铺、大总铺内底啦吼。咱讲这回吼，这毋是这回这个宿舍，但是因就是遮尔啊，哦，咱讲哦，环境遮尔歹的条件来住伫遮啦吼。首先，咱就请教这个静茹啦吼，真正因为透过这个案件，咱才知影，其实因住的这个所在遮尔歹的无？嘿，应该是讲伫个。媒体拢讲这是宿舍，不过咱若咧听到宿舍，应该想到讲雇主啊，还是这工厂和移工住的这个宿舍。不过这个袂当讲是宿舍，伊是一个临时住的所在，所以就像即摆共款，这嘛是一个临时的，就是这个劳工来到台湾了后，还袂去雇主遐，还袂去中介遐，爱先住一个所在，然后去做体检，去做迄个移民署的指纹的
检验报道之后，再去中介甲去构筑遐。是。所以这个期间呢，咱薛组长就是劳动部的薛组长讲，这个叫做医检中心咧创。是。自以早来，中介都有。把这个代志包予一寡，譬如讲计程车司机啦，然后一寡额外的人去做这个代志。是。当时有成立这个医检中心，可能是近几年的代志。所以这个经验，足侪医工拢有。包括阮伫旧年出一本册，叫做《医工的中介故事册》。这本册内底有一个医工是2011年来到台湾，后来搁转去，然后2019年搁来。拄我才甲伊确定讲，伊的状况是毋是安尼？是。伊讲拢相共，拢相共，一模一样。我念一段，互大家参考一下哈。伊讲那是一栋很旧的大楼，4层楼，每一层楼有4个房间，我吓了一跳，因为每个房间至少挤了20个人，整栋大楼差不多100个人，各个国家都有。房间有很多睡袋，随意放在地上，睡觉就自己挑一个，但是我觉得每个都脏脏的，放了很久。我走出去上厕所，发现厕所也脏得不得了，而且竟然有人房间睡不下，睡到厕所外面，实在太离谱。是。那时候我真的吓到，这比我们乡下村子的环境还要糟。我付了8万块的中介费，结果竟然让我们住这种地方，真的很不公平。有影。这个人来台湾2届，两届拢经过同一个所在。拄我在咧讲，同款的迄个睡袋嘛是拢黑白搭在边啊。所以这个状况是自以早甲今嘛来拢。继续有咧发生的。是，但是咱讲吼，这回因为是疫情的这个关系，咱讲吼，这个医管中心也好，真正是会变做是一个防疫这个大浪棒啦吼。咱讲吼，过去可能这关代志无安尼，因为这个疫情所逼出来，但是这回又搁较这个疼的，就是讲吼，真正咱讲疫情，或遮的人拢困到一只，啊，若是讲吼，逼出这个本土案例，唔拿医工受伤害，咱讲受照顾的遮的吼，尤其咱讲是社会福利的这个医工啦吼。所以咱嘛讲到劳动部嘛讲吼，入境了就是这个雇主。这个责任嘛，但是这中人嘛有责任吧？这我爱解说一下。劳动部这个薛组长咧讲的，我感觉完全不能认同。袂当认同。咱即摆咧讲生活照顾计划书，这个计划书是这个医工来跟我遮做事，我应该安怎互伊住？要规定3.6平方公尺啊，水爱清气，什么爱安怎处理？这是入来了后，入来雇主我遮。医工经过这个所在，根本就还袂看到雇主。是。然后特别是咱这个别雇主，聘雇家庭看护工的雇主，在这个脉络下要苛这些雇主这样的责任，是完全不公平的事。伊根本唔知影这个中介，我就是跟你这个中介签约嘛，你搁包许别人，我哪会知影你包互啥？是。啊，这过程中间我都唔知影，医工知影，倒一天会来处理，到3天。唔知咧过程是安怎处理啊？所以要苛这个责任，我觉得道理上说不过去，法理上也说不过去。因为那个生活照顾计划书，其实是伫这个入来咱这个雇主的所在，譬如讲工厂入来工厂，然后家庭看护工入来处理，我会当附和。安尼处理，不过这根本不是伫我家。等于讲还袂到我雇主家，你啥来叫我带责任啦？劳动部若是讲要把迄生活照顾计划书的解释延展出去，以至于能够罚到雇主，然后才能罚到中介的话，完全是增加了法理上没有加的责任给雇主。然后咱的就业服务法的设计嘛，就很微妙的。就业服务法在罚中介上，如果雇主跟移工没有违法，罚不到中介。是。对，所以在这个设计上是完全一个荒谬的，所以很多雇主要负责任，劳工要负责任，但中介不一定要负责任。是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其实这回这个代志，互人才看到讲医工这个问题原来遐尔艰苦艰难吼，所以这嘛不是一两天的代志，但是咱讲这回伫咧疫情的这个期间尤其重要啦吼，那是变做是防疫一个大浪棒，可能恐惊咱讲防疫这个模范生早就免摕啦吼，继续咱个请教玉成医师啦吼，咱头段嘛讲到吼，因为这个案件咱过来看吼，因为医工吼治病啦吼，啊，咱讲到采检这问题，本早咱应该真信任这个采检嘛，那2摆采检拢是阴性，要去甲雇主进前吼，咱讲这个采检这个部分啦吼，如果是阳性的，咱先透过这张图来看吼，咱看到这个12月这个测试吼，咱看到印尼688案的这个印尼籍的这个30多岁这个医工吼，12月测试来确诊，但是咱讲吼进前2摆吼，拢是这个阳性的这个部分啦吼，咱嘛讲到这个抗体已经显示讲吼感染真久啊，有人讲吼，啊这是不是这个本土的个案？但是咱看到过去的这个 CT 值内底吼，CT
这个数值已经是32，表示讲伊伫印尼就带病啊，但是这个问题就出伫咱头讲的这个医管中心，啊，尾手佫有这个一个越南籍的这个移工来逃走去啦，所以有人讲哇，真正若是伫遮，这个若是验出来毋是这个阴性的这部分，可能就大事大条。有请医师安怎看？这可能要来看迄个688迄个案吼，伊是11月中入来这个台湾，然后检疫2礼拜，吼，然后加迄28号结束了出来，是，好，那即摆伊也要去照顾迄个算作社会移工的话，是要搁特别做一个检查无？伊是毋是要照顾迄个时阵也做一个检查 ？OK， 啊，迄边做可能无做到啥，无那。过来就是爱去迄落刷一条做自主健康管理，搁1礼拜时间。爱伫遐管理时间时阵，雇主可能搁马上搁验一届，所以验到这边再验到阳性的表现。尾仔有这个咱的疾病管制署吼，有甲检验迄个抽血的检查，或者血清的检查，抗体阳性。咱普通表示抗体阳性是爱感染掉了一段时间，再变做阳性，所以你急性时阵是袂出来。哦，所以急性时即摆验到阳性，表示伊普通是已经有2礼拜以上啊。所以安尼算起来是应该是第2礼进前就有对啊。是。吼而且伊验出来迄个值，或者什么效果做 CT 值，就是讲伊个放大的倍数来讲，愈放大愈侪倍，表示伊病毒量愈少。伊这个 CT 这个数值差不多是32啦。32表示已经放大啊32倍啊，32倍过，再变做阳性。真少啦吼。真少啊，病毒足少，再放大较大倍，再变阳性。是。所以表示伊是已经是一尾啊，有控制尾啊，还是经过一段时间。咱大家有印象来讲，咱足侪咱去隔离了后，着感染着隔离，有当时拖到两个月才变到阴性啊。所以伊这个有可能已经调一段时间啊，控制阳性，然后剩尾啊一丝啊，未完全无。这种病毒叫咱较早咧隔离遐患者，有的是有些有，有些无。是。所以伊有可能第一遍验拄好无的时阵，第二遍再验就有。这对咱台湾真殊上啊，有当一届有一届无。所以咱毋知讲迄2届，上早是3届连续拢无再当出来嘛，2届时佫袂当出来。所以以这个情形来讲是有可能的啊，即咱本土的病例来讲，实在是有可能的代志。有影吼，所以咱讲吼，真正因为咱讲遮的这个照顾的这个部分吼，这个要去做看护的社会福利性的这个移工啦吼，因为要接受真正是这个较年纪较大的，也是讲吼真正较高危险群的这个族群吼，所以咱讲吼真正爱去追查到这个感染源，但是好你家在感染源可能就是伫咧印尼啦吼，但是咱嘛有一个讨论就是讲吼，哇，现在最近这个移工遮济报告性的这个咱讲是真的，也是假，还是讲吼，其实这移工来自咱讲伫咧东南亚的国家，有的是较偏远的所在，所以因摕到这份报告，到底是真的？咱看今日这个澳友与市长啦嘛讲吼，可能这个可信度爱拍一个这个 question mark 啦吼，副议长看。我想应该是安尼啦吼，因为基本上吼，咱来看即马印尼的状况吼，咱照我度去了解讲，啥讲咱这10天内吼，咱这个指挥中心吼，咱集中检疫的时阵，咱就甲所有人拢来甲验的时阵，就发现讲，这边咱就是验了吼，等于1581个，而且集中检疫1581个，就验出40个确诊吼，超是2.5%，所以大家会感觉讲，我这看起来那爬数较悬，确诊率较悬。但是你若看这张图了后，大家我都去了解讲，啥讲会发生这种状况？你看吼，即摆左边这个是咱印尼的伊的这个最近的这几个月迄个确诊状况，大家有注意到无？9月了后，规个印尼的迄个确诊数都往上冲起来，尤其伊12月3号一天吼，伊的确诊数8000多例一天，所以冲到那个最高点，所以表示讲印尼即马这几个月的状况，在印尼伊本土的疫情实在是真严重的一个状况。你对比这个菲律宾，你有感觉最近菲律宾的疫情敢若搁较落来？为什么？你看菲律宾的这个度的发现，伊高峰期是咧7个到8个，最近就较落来嘛。所以咱最近的这移工会较侪人，就是讲来集中检疫了，互咱验出足侪确诊者，主要原因就是因本土本身的这个问题。当然，伊的这个 PCR 的迄个报告是咪有值得会使确信？这当然咱的外交单位会使过去追查这个部分。但是其实在学理上来讲，
就是他这个医生讲的，就是讲，伊确实有可能阴阴阳阳，有时啊伊也未发病，所以你也验不到他。譬如伊要出境的时阵，伊无发病，你嘛验不到他。吼啊，有时啊因为感染一段时间，伊的病例就是有时啊时阴时阳。咱台湾近几年的埃及那个旅游团的事情，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这种代志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但是我要报告的是一个重点，就是讲这边这个代志，大家乃特别的关注的原因是咧倒呢，就是讲，因为这边咱国家的这个检疫的规定是14天搁加7天嘛。OK。14天搁加7天的时候，这个688的这个 case 吼，伊是咧7天这个所在被发现阳性确诊。自主健康管理的时阵，自主的这个时间嘛，啊，这个时间的时阵，因为伊咧自主管理的时间较足侪人带做阵，有无对大通铺的伊这个时间，伊这14天唔是哦，伊这14天是一人一间集中检疫是 OK 的，但是这7天就是风险是发生这7天，伊即马这7天伊是40几个人带做去，所以这边这688个案为什么发生了后，指挥中心陈时中伊暗时马上9点开记者会，为什么大家嘛惊一个讲哇歹啊，指挥官要讲暗时开记者会，为什么大代志？伊就是担心讲。这688甲伊带做阵呢，有47个人内面，是毋是有人都可以倒到这个病例？啊，结果甲全部拢叫转来了后，才发现一个695迄个 case，伊嘛是拍这个确诊，但是伊是已经有抗体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讲，这边检讨的重点就是在7天内面自主健康管理，咱对这移工的这个生活起居的这个管理，不要避免对吧？咱大家我个主持人你个会记，咱当初咧讲啥？新加坡你个会记，对不对？迄阵3、4个时阵，新加坡的移工群聚有无？一天拢800个、900个的确诊，所以咱台湾一定要避免新加坡这个移工的这个因为群聚而造成的这个感染的代志，在咱台湾发生。这是大家要注意。咱讲到14加7啦吼，过来请教有医师。补充一下啦，因为我有当下看到迄个个案有看，因为印尼迄提入来迄个报告吼，其实内底进前的报告，有的是做血清血、抽血检查，有的是 PCR， 有的是做抗原的，拢无共款的检查，所以最近大家有注意看到，即马咱的。指挥中心决定讲，全部爱用 PCR，再有是照准绳，进前拢无准绳，所以迄当中较早就是讲发一个证明，无看到证明，所以因摕黑摕来，所以有哪较袂准啦。所以这一部分是安尼，另外一部分头有讲到新加坡的代志，其实这边指挥中心顶礼拜嘛开会时嘛有讲到这。甲一寡迄因新加坡安怎做，已经有再来做参考。有一寡 SOP 出来。有开始讲即摆有需要的时阵，会开始参考的做法。但是新加坡甲咱情形小较无共。OK。中伫报告内底，结果是因迄边的移工很多都是移民移工，而且占了因的20%的人口咧，600万内底有，唔知100几万，20%加济咧，甲咱这边情形较无共款。咱的这移工的人数较少，而且这个不算移民。所以较无共一事啊，所以咱来该管的该资源上，可能无像新加坡遐尼安尼做法。所以，但是咱会当参考到是安那有需要时阵，指挥中心会开始做。但是目前是还未到迄个程度啦。确诊的人数会当消退，我是唔知。不过，若是即马讲要甲互因唔通好入来，是这个动作不只是会损失移工的权利，嘛会损失到雇主的权利。OK， 咱知影即马全台湾，莫讲制造业啦吼，上急要有移工的，就是咱遮的聘雇家庭看护工的雇主们。是，大家厝的拢是有一个老大人，有一个病人，有一个障碍者需要人家协助。是，遮的人即马拢无通好有这个协助通好入来，所以咱的长照佫一直无够，唔知是进前的迄个长照大温暖啊，长照1.0、2.0拢相共，一直拢无够，所以使得大家不得不要聘雇移工，啊，佫因为疫情，对，所以这个状况其实是
袂当入来是好啊歹，就讲这个疫情其实凸显了长期以来制度上的很多问题啦。就像主持人讲的迄，对。那无即摆的这个通铺问题，这个代志出袂来。OK。对，那无这个移工袂当入来的代志，长照无够人的代志嘛，袂逼到讲迄个政府爱来重视。是。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大问题。对，所以疫情可不可以控制住？伫咱台湾这个环境范围以内，可能会使吧。是。对，不过无人要安怎？对。对，无人通照顾要安怎？啊，长照敢生出来咧？对，所以这其实是本来咱一直累积的问题，这即马变成是一个大爆发了。所以头拄啊，这个问题就是讲吼，敢会是零确诊吼，可能是 A 啦吼，因为咱看冻人，但是买手所面对的这个问题才是大问题啦吼。尤其咱头拄嘛讲到14+7这个部分吼，这个7天的这个部分，咱看讲医管中心伫这回吼，才会知影是安那因拢住咧通铺内底吼，大总铺内底，比过去吼，阮做兵的大较不如啦吼。咱做兵的是抑个有几啊间这个一间会当用，会当有几啊间这个便所通用，但是因看敢若一间啦吼。所以咱继续来看讲吼，医工检疫期间吼，因住这个所在真正是会变成这个防疫这个浪芳嘛吼，咱看到讲吼，过去其实有针对着这个移工吼，因这个做工课了后，这个宿舍有规定吼，所以这个唔是咧讲这个医管中心，但是因的这个大的这个所在吼，详细这个面积吼，袂当较低，咱讲3.2平方公尺，然后差不多无够一平啦吼，明年要提悬至3.6平方公尺吼，差不多已经超过一平。但是咱讲吼，这回吼，这个暂时大还是讲完成期拢这个检疫要甲做工课进前，要等候体检进前，咱讲14+7这7天的这个大这个所在是无任何规定啦吼。医管中心咧安排吼，通常就是抓。咱看咧，这个大通铺啦，吼，人叫去做控层啦吼。另外，这个医管中心嘛，是医管公司哦，并唔是这个劳动部管辖的这个范围吼，所以这大品质有影真正吼管袂到啦吼。啊，指挥中心嘛讲到，最近会和劳动部啊讲出有适当的这个管理做法啦吼。啊，伫咧改善这个过渡期间吼，拜六礼拜咱讲吼开放移工继续住伫咧这个集中检疫所吼，唔免收钱啦吼。这是一种做法，但是永远袂改变咱讲吼，这个根本的问题，药性医术你安怎看？对，伊也即马看到他那安尼看迄个情形，大通铺对健康自主管理。咱普通的意思，迄当中是讲，互伊无爱出去危害别人。是啊。佫有一丝仔风险，互伊感觉较加热。但是即马顶到底安尼去，有影会担心啦。有可能伫内底，万一迄有诶几个，算讲发病较慢的，吼，比如讲伊入来潜伏期，咱普通是。5天到7天上济，上班的甲2礼拜拢会发啦。伊也万一迄天才发起来，啊去自主健康管理时阵，伫遐开始有机会传到别人。万一遐是这个情形，传出去了后，遐做伙伫管理的，拢个啊迄个万一几啊去画着，因为要出去了后才开始发病，哦，啊，就有影爱真注意。所以这个管理安尼，咱若看到迄个情形安尼来讲。有影爱较细腻咧，即摆来看，而且即摆就头那洪副院长安尼讲的，即摆都印尼 case 真济，啊你老实讲，印尼实在是疫情已经是超过迄个数字，因为因才是1万几个岛咧，1万几个啊人数1-2亿人咧，所以真济有感染着，拢无去检查，拢唔知影，所以伊遐济岛，啊即摆是较大有几个大岛。真厉害，爪哇岛迄个首都所在遐，即摆嘛真厉害，所以我想伫遐来，安尼是有影爱停这2礼拜看，就是大概可能想看要哪做，还是改善迄个检疫中心，还是或者自主健康管理，迄个移工大的所在可能爱改善，无安尼是来有影有迄个风险，我相信安尼是有风险无？补充者就是，其实咱即摆嘛凸显一个问题，就是吼登记以来，在劳工位别国来台湾，咱的。政府部门都没有担起责任。OK， 基本上是别家讲政府部门爱出来承担责任啊。进前就是担好在私人的中介公司去处理，处理掉好歹嘛，无人去观察嘛，无人去调查嘛。所以这摆劳动部讲，医管公司并非劳动部管辖。这真正来踢球啊啦吼。这太倒去。医管公司就是去包中介这个包出来的工作嘛，不是劳动部要管无相关，是啊。对，伊这个医管敢讲有甲这个移工以外的事情相关，所以拢是这个代志咧处理。所以即马
确实，因为有这个疫情的状况，所以今嘛卫福部跟劳动部在做出来讲好，那是会使继续集中检疫所来处理。其实自头到尾，劳动部都要负这个责任。有影。这个人安怎你吧？咱台湾签足侪公约啊，2公约嘛签啊，人权公约嘛签啊，今嘛搁你评估要签移动迁徙的这个公约，结果自头到尾敢有任何的改善？就讲咱一个劳工要为倒一个来到倒一个，两方面的政府要担责任嘛。是，啥物拢无要担啦吼。啥物拢无要担，都有一个所在会当帮这的劳工吗？对，佮伫咧遐差不多1工2工，我一个劳工我想要申诉我都唔知，来带我的人无甲我讲伊是啥，语嘛袂通，带去倒，我连桃园我都唔知伫咧台湾伫咧倒位，我要安怎讲我是伫咧倒位，我要安怎讲拄啊迄个所在是伫咧倒位，我要安怎申诉？所以这根本就无。劳动部无负责任，再造成今天因为疫情把这些问题都浮出台面。对，所以这个应该劳动部要彻底的检讨，唔通搁都要他踢皮球。是啦吼，咱继续请教这个洪副议长啦吼，咱其实讲到吼，这回因为这个移工的这个事件，咱嘛有咧讲到吼，其实这个有人吼是真赞成讲吼。赞成啦吼，甲这个移工小动者，尤其是这印尼籍的这个移工吼，惊这个医疗的帮忙。其实这个医界嘛有一寡这个烦恼伫咧吼，病房也好，这检疫的能量也好，也是讲真正这个确诊的能量也好，嘛有人讲吼，这回这个这么侪移工入来吼，差不多100外个这个确诊吼，差不多要上伊吧吼，也是接近这个接近1亿的这个部分，拢是爱专门来买单。咱嘛看到讲指挥中心有讲啦吼。无想要来付，当然嘛是这个国家来出钱，尤其咱讲吼，冻伫遮，就是要互咱讲国人莫受到这个咱讲确诊的这个威胁啦吼。你安怎看？有影啦吼，咱这是一个两难啦吼，因为移工若无咧来吼，咱足侪厝的这个吼长者需要照顾，这是一个 critical 的所在嘛吼。但是咧来吼，佫有这个可能会发生这个风险。尤其吼，这印尼即马是咱台湾主要吼来咱遮做吼移工的一个主要国家之一嘛吼。所以我咧想吼，若是讲两个拢爱兼顾的时阵，可能就是源头的这个处理爱更加严谨。就刚才杨医生讲的吼，一出发的时阵用 PCR 先。吼，较严谨的去看到底还有阴性反应无？这第一个吼。第二关就是讲，来了14天，除了14天的一个裁剪之外，可能后壁迄7天吼自主健康管理，可能嘛爱互因有一个较好的环境，甚至就是互伊有这个场所无，互因个集中的继续个管理7天，安尼互伊较对个确定绝对是吼没有被感染的情况下，再互伊去雇主引导开始食头路，来才有法度讲。一关一关来处理，看起来也只能先处理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当然确实真侪咱的民众嘛有一个最近我嘛叫做一寡民众甲阮反映，就是讲伊讲哇这一个咧来确诊差不多社会成本甲医疗费用，80万至200，要100几万，100万啦，搁较算100万。即摆有130个嘛迄个印尼的这个外籍的这个确诊者，所以就是要花1亿多来照顾这些移工。但是我是感觉讲咱的这个国人，咱有一个观念，移工是咱的 family 的一部分。是啊。今日说讲老实话，伊是来照顾咱的长者的，伊今日无来甲咱斗相共。咱家己人有的人无去照顾嘛，你嘛知影，大家起拢头路无人要做，所以讲伊今日来是来甲咱帮助咱台湾，互咱的长者有一个会使互人有照顾的所在，咱应该甲伊视同咱的 family 的一部分。当然源头加强管理了，若是有较确诊的，当然咱一定爱互伊好的医疗。其实大家嘛莫讲伊的这医疗费用真悬，我甲大家报告，其实。从某个程度来讲，确诊的这印尼的移工，大家拢知影，年纪拢普遍拢少年，其实伊拢活跳跳啦，其实伊咧病院内面嘛，我这有啥物治疗，都规个人拢好好，无镜头，没有症状的就多的嘛，所以其实。不至于讲会耗用咱真侪医疗的资源，所以我感觉我这嘛是提出来讲，无有的人讲敢若讲每个人都耗用很多，不是安尼，其耗用上侪资源的是啥？对，讲你转重症，你拿 ECMO 什么的上去以后，当然那个是医疗资源的较侪，但是你若讲是拢活跳跳，只是讲有一个负压隔离关起来互伊会使阴性再互伊出来，其实这个费用是无咱想的较悬，所以我感觉咱爱有一个国人，大家嘛爱有这个。爱甲大家有一个这个新的这种观念，不要把移工好像当作讲这是咱的好像咱的负担，我觉得嘛卖啊来去看。有影吼，所以这个14天、佮7天的这自主健康管理都非常的重要。咱头拄也讲到，这个可能因这个移工朋友真正是还佮少年所以咱负担这个费用也免遐尼悬。但是咱讲这7天一定是有必要14天了后，这
7天，因为这个7天若是无像这个血安尼吼，去用掠出来，就直接入去这个吼雇主因的这个部分。啊，咱头拄讲到，是大人好，也是讲吼真正这个重病也好啦，伊要去甲照顾，可能就是这个咱讲吼这个破空还是破口的这个所在吼。另外，咱嘛要讲到吼，过去咱讲这个过去有这个外籍移工。伫咧3月时阵、4月时阵，迄当阵嘛有确诊吼，大家嘛是真惊吓。有人咧讲吼，这个安怎爱互这个移工吼，无论你是吼逃走也好，还是讲吼这个咱讲真正吼行正道入来，还是讲买手无转去的，这移工互因有办法，咧伫咧吼可能接触伫咧这个确诊的时阵，有法度通讲吼，莫惊吓，其实有真侪种做法啦吼。咱嘛做一寡这个经历啦，就讲移工安怎变做是咱台湾防疫的这个规个这个体系内底啦吼，真正爱甲包含来去，毋是甲 exclude 吼，甲排除伫外口啦吼。所以咱看了这个行政院的这个政务委员林万亿，伊嘛讲吼，重点毋是咧清查着非法的劳工，吼爱将合法。非法移工拢甲伊放伫咱的这个规个防疫的这个定数内底。咱讲真正合法的较好教啦，但是咧非法的这个移工本地有的吼，原本嘛是合法来到台湾，但是买手逃走也是失联的吼，就是咱这个其实咱这个台湾嘛有结构性的这个影响伫吼。若是讲吼过度强调伊是毋是这个合法，还是无合法的吼，安怎通报，安怎处罚？拢会互这个移工烦恼吼，处罚颠倒会变做是这个防疫这个破口啦吼，所以防疫优先是这个无变这个原则，继续咱个先请教静茹啦吼，安怎看这个政务委员安尼这建议咧？这是正确的，就像议长讲的，这个移工来到咱台湾，甲咱住做伙，然后甲咱生活做伙。就是无可能讲你是倒一个，你就无这个病；无可能讲你是倒一个，你就较爱着病，啊，咱较无爱着病，无这个分别嘛。所以，比如讲大家会记第32例，32例啦吼，32例的时阵，迄个移工虽然是非法的，不过伊嘛是咧照顾病人啊。足多就是长照资源无够，大家只好用任何一个方式，会当伫厝斗相人，对。所以这个32例的时阵，嘛是咧讲。伊是看护工嘛，咱若莫讲伊合法非法，伊嘛是看护工。老实讲，伊应该算作职灾呢，对不？所以这整个想法想起来，如果你若要去抓这个防堵的方式，去抓这个叫做非法，结果会甲逼在角落，拢唔敢走出来。嘿，所以今嘛咱算讲幸运啦，大部分的移工大家也都是很紧张，大家也不想得病，都是出国咧探假，厝里个有人咧等咧。所以大家都不想得病，所以要逃跑怎么逃跑？譬如讲，这摆这个689，695，这个移工啦后来个照片咧，迄另外一个，迄个无对，迄个检起来，迄个我嘛就想要知影，迄个来台湾无偌久嘛，所以伊来台湾无偌久是安怎随着要走咧？所以什么原因？对，所以大家来想讲头一个，倒回头来想啦，是安怎一个即马这个社会，咱讲21世纪啊，阁有人袂当自由换头路，要甲这拔掉的。OK。啊，换头路叫做逃跑。咱家己要找一个事少钱多离家近，咱这个上进。啊，因来要找一个事少钱，因叫做逃跑。对，所以伫这个脉络底下，咧想讲因这个逃跑到底是好啊歹？有当时啊合法。无一定合理，所以这个人是因哪会袂当找一个事少钱多离家近的，所以无论如何，若是有这个叫做大家若讲啊，即马无时间去探讨这，无咱来讲嘛，这个人走出去了后，嘛是伫咧台湾咧趁食，嘛是咧帮一寡雇主咧照顾病人，嘛是咧帮一寡雇主咧拼经济，敢毋是？大家敢会逃走了后，就转伫咧遐温咧，然后无代志做，无可能嘛。所以伫咧这个状况，佮有一个全球的疫情的状况，对，这个环境下，你若无甲这个人。肯认说，伊就是甲咱做伙生活，就是甲咱食共的米、共的水、共的土地的人，安尼你就看有啊吧？毋是因想要得病，也毋是咱较无爱得病，无这个代志。大家拢要会当好好生活。在这个脉络下，你若搁硬要甲你啊，伊是毋硬毋敢出来？啊，咱那话角落都躲在角落里面，有问题你就袂当治着。所以。问题要浮上台面才好来处理。不过你若甲用海的，一定个
个 under table 啊，under table 是要安怎处理？是啦，对，所以而且是这个防疫的大破口啦。是，所以今嘛我们知影这个，因为上令会不会下达是另外一回事啊。对，连伫中央政府咧讲先卖俩，后因鼓励他们自首。不过其实很多县市都一直在掠。OK， 掠这个方式又叫互因救起啦吼，所以这个真正头拄啊，这个正如所讲的，这个顶面的这个令会当吼，传到这个地方安怎去执行吼，嘛是一大重点啦吼。另外咱嘛讲吼，即阵吼，这个现行的这个法规，咱头拄嘛讲到该驱离啊、处分啊、禁止恢复伊合法的这个身份吼，政府应该采取的是无要驱离、无要处分，中心互因这个合法这个身份吼。啊，这是讲到咱讲吼，规个这个移工吼。最近咱讲确诊的这案例，咱看到一个大问题啦吼。另外咱嘛有讲到吼，其实因来遮14天的时阵嘛有真侪问题，就是讲吼，有的人吼咧伫咧检疫中心的时阵，检疫旅馆的时阵吼，有的人出来备表，都互罚10万，还是讲吼，出这个煮一泡面10万吼共款。啊，其实咱嘛讲到吼，唔单干那这个移工这个案例，咱其实嘛有这个吼其他这个国际航空公司的这个空服人员吼，嘛是安尼伫咧检疫期间拍走，嘛是互重罚啦吼。所以咱先做来看。到饭店的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一个男性的外籍移工开门出来，想要去找朋友开讲；另外，阁有女性的外籍移工伫咧走廊想要泡泡面。随便干那出来几秒钟，说是爱罚款10万块。高雄居家检疫人数2礼拜内增加1200人，为着避免防疫空棚，高雄市是加强防疫旅馆的开闸。分析这个19例个案呢，多数的违规的情节是想要开门那跟隔壁房的有人去做一个物品上面的传递，那还有部分少数的违规的民众是跟那个隔壁房的那个邻居串门子。根据高雄市卫生局的统计，高雄市伫11月份到达防疫旅馆的违规案件总共有19件，其中10件是台湾人，9件是外籍移工，分别是菲律宾甲印尼。若是社区居家检疫的违规案件，总共是25件。卫生局会针对主案那予以这一些违规的民众，包括雇主进行相关事证的厘清。那厘清案情之后会逐一的进行裁罚。那原则上只要不出房门就是违规。那这个部分卫生局就会进行裁罚。高雄市卫生局表示，检疫期间若是身体无爽快，会当通报卫生局的防疫专线，协助送病院。若是叫人查到有离开检疫场所的行为，会当依法处罚10万至100万。呼吁检疫期间的民众千万唔通甲钱袂得过。记者综合报道。咱讲其实这个防疫这规定吼，自早就有啊吼，所以咱看到这个疫情期间吼，已经开发的啦。有够侪啦吼，啊！这回咱是看到讲吼，有移工伫检疫中心离开房间行搭吼，去甲人讲话啦吼，也是要去泡面，拢互罚10万块啦吼。咱看到遮吼，出门备表罚10万吼。啊，其实咱嘛有看到讲指挥中心有这2点钟以下的啦吼，2点钟至6点钟的，也是讲你出去3天的吼，啊上当时互罚这个100万吼。另外嘛有空服人员伫检疫期间吼，安尼拍走吼，3个月讲咱讲吼，拢总有5名这空服人员这个违规啦，互罚啦吼，所以是尾啊免职处分啦吼。另外就是要讲到吼，咱伫咧秋冬专案吼，12月初1的时阵，迄当阵有公布讲吼，这个8大场所拢爱去挂这个喙炎吼，但是有真侪人吼，就是讲哇，这个咱讲警察伫遐徛哨啦吼，无去咱讲伫咧这个便利超商也好，无挂喙炎就互开罚吼3000块啦吼。但是这咱是散布假消息吼，就是爱罚这个300万，但是咱嘛是爱强调，嘛是爱挂喙炎啦吼。虽然无安尼这个罚的部分吼，伊是口腔袂听才罚啦吼。咱嘛看到讲11月时阵有诶这个一个高雄的这个查某人吼，自中国倒来到台湾，无这个徛家检疫，出去5点钟啦吼。咱看到夜市啊，吼观光景点伫遐细放啦吼，咱看到就罚这个新台票22万啦吼。继续咱先搁请教这个育成医师啦吼，安尼罚是有必要吧？对，这就是我头仔伫想吼，咱进行台湾的这边防疫的成果，伫全世界拢足有名。但是国外咧探讨这个论文，你甲咱写到咱好的时阵，咱家己有一个台湾去斯坦福做教授的，有写一篇文章伫足有名的杂志，写到咱做足侪代志足侪。但是讲有够做无够的，其中有一项，就是咱的网站网页拢无写到其他文，拢搞中文，甲来就英文，其他文拢无。哦，你头先讲这移工的这部分对，移工我即摆就想到啊，这边移工。
有几个人入来，你敢有互伊单，互伊看有诶字？我叫人甲你讲安尼尔。我等要讲这。所以这个代志较想有影，人你甲咱讲迄样，我当想讲奇怪啊，这其他问敢有重要？即摆看起来足重要，因为这伊讲伊拢无受到这个讯息啊，唔知啊，伊唔知出去就爱互发啦，伊唔知啊。OK， 伊唔是要故意的，伊可能唔是要故意的，但是伊唔知啊，伊拢人甲转述，啊伊讲了有当都听有对，听无对，唔知啊。是，所以即摆咱应该系书面的资料，互伊看到。但是我感觉最近已经有改变啦。即摆咱即摆逐工咧播迄个讯息时阵，讲我是啥物医生，我咧讲啥物代志，大家注意看，开始有其他的文出来啊。哦，这个真重要，因为其他文就是表示咱有去注重伊，要互因知影，这个咱台湾即摆咧做啥，有啥物代志，爱互疫情爱知影，爱注意啥物代志，拢互伊知影。所以其他文，咱的文宣这部分，较想要加强。无因即摆拢唔知影，所以伊唔知，伊就你甲发起来是小可。不教而杀嘛吼，对不对？伊若讲伊知影，啊伊佫甲你故意像咱台湾人知影，你家己佫走出去，迄样法你拢应该。OK。但是伊讲的部分，咱讲吼，这文宣的这部分。对啊，拢无啊，无去咧问啊，伊拢听人讲讲了嘛，伊嘛不知对唔对。是。所以我感觉这部分咱应该会当做较更较好一丝。其实这个心服口服嘛，对无吼。这个育成医师头拄也讲到吼，咱咧推销吼，莫讲干啊，华语也好啦吼，这个英语也好，白领国吼，multilingual。各种语言，咱讲东南亚，尤其是咱渔港上大的一个补充的这个来源吼。继续，咱阁先请教静茹啦吼。我会记得伫咱疫情拄开始，差过年有咧话哦。迄时阵咱开始要爱讲开始洗手啦、戴口罩的时阵，我们就咧看劳动部当时会当翻译，差10天，整10天。OK。所以阮去抗议了后，去甲这反映了后，再看有一寡讯息，嘛是相共的啊，这个人。你普通时要甲看袂起，算了吼。不过咱即摆叫做防疫，唔是因较爱得病嘛。我若知影讲有这个问题，我若知影讲安尼可能会确诊，我若知影讲安尼会得病，我敢会无爱保护自己吗？是，对，这相共，就是讯息若公开透明容易，像即摆劳动部的这个讯息有各国语言的讯息，伊即摆嘛开始第一个出来就是各国语言的防疫讯息，这是有改进啦，对。不过其他的规定嘛是拢还未有各国。咱即摆印非越泰是4大这个族群，就是咱移工的蓝领移工的族群，其实都不够。对。然后譬如讲有一个重点，迄个劳动部感觉迄个菲律宾的就会当用英语，其实唔是啊，因嘛是足侪母语的呢。是啊，是啊。所以其实因的国语叫达伽罗，这是较普及的，那唔过。其他的语言拢无包含在内啦。对，所以其实语言上应该讲30多年啊，这拢无咧做啦，是疫情逼得我们即马紧补会起来。哇，这个坑嘛是真大坑哦，都爱豆豆先搁补起来吼。透过这回这个疫情，无这个模范性是做假啦吼，有影。啊，咱继续搁请教这个副院长吼，头拄仔咱嘛讲到吼，真正的咱讲有一寡这个假消息也好啦吼，咱讲8大场所吼，你咧观察头拄仔咱嘛有问过你吼，是毋是这个疫情，还是讲吼这个医疗资源，真正是较欠缺？你安怎第一个现场你安怎看？应该是安尼吼，头拄仔讲这语言的问题吼，事实上在疫情一开始的时阵吼，就是讲一定是有人去发，所以阮真紧吼，阮在病院的即马吼，其实在离家的时阵，在阮病院阮就是甲4大语言吼，拢来印出来。自主翻译。对。啊，阮就是吼，拢甲搭喺度，拢会搭喺迄个病院上明显的所在。所以你去阮星光医院一个去，就看会到4大语言的一寡防疫的规定吼，戴口罩啦、洗手啥，这规定拢是有的啦吼。甚至就是讲一开始的时候，我嘛甲阮病院的同仁讲吼，我讲防疫是大家是一个 teamwork， 你医生护士拢清楚，这当然是爱，但是这摒扫的、照顾的，因搁较重要，因为啥？因是咧基层 primary 吼，就是讲基层在做照顾的，这些人诶教育是搁较重要吼。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两位拢讲了真好，这其实是咱应该爱去处理的部分吼。啊，头仔就是讲到这个规定的这个问题吼，其实。顶礼拜吼，日本吼，即马上大一间电视台叫 TBS 吼，伊来访问我啦吼，啊访问的问题伊是开始迄镜头就为通化街夜市先传来，伊讲哇，即马这是啥物平行世界？啥讲世界安尼疫情较严重，恁台湾即马夜市啊，搁遮侪人安尼，大家啊溃来溃去吼，啊其实伊咧访问我的时候，我就甲讲，以咱台湾会使做了之后，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咱疫情指挥中心。指挥中心的迄个
政策吼足明确的， OK 这是最重要。第二，我讲哦，就是咱台湾的公民的素质真好，咱的素质拢配合嘛。所以你看吼，其实大部分的人吼，14天迄检疫吼，大家拢乖乖啊，拢袂出来就是。像我有一个我的迄个大学的同学吼，为新加坡来咱台湾，伊嘛是住14天在迄个旅馆内面吼。啊，其实咱讲老实话，伊甲我讲，住到第7天实在是住袂落去啊，是啊，很想冲出那个门，你知道吗？我讲吼，为到2300万的人的健康，你爱忍耐啦吼。所以我感觉讲，咱今日台湾疫情的这成功的防范吼，真的咱公民素质的一个发挥实在是真重要。啊，当然这少数的人吼，有做这违反检疫的规定，我感觉这都是要甲重罚。啥讲？以咱经不起任何一个因为防疫的一个缺口导致咱破口的发生嘛。所以我感觉大家一定要配合中央指挥中心的这个规定来做，安尼都无问题啊。是啦吼，所以咱讲转来这个移工这个部分啊，咱讲吼真正，咱讲大欠口千万唔通吼伊这个出现啦吼，所以咱即阵有真侪种方式吼，但是有人赞成，有人无赞成，就是暂停的这部分吼。啊，另外咱嘛讲到这个12月初四开始，这2礼拜后咧吼，是毋是啊嘛变成另外一个这大问题啦吼？咱搁请教正如啦吼，啥物通好搁建议咱的这个政府吼，无做甲真套牢的所在。就是责任嘛是责任啦，你安怎看这移工来？像拄仔两位拢有讲到，伊是来甲咱斗3工的，所以伊是甲咱做伙。老实讲，即摆人卖开放印尼，你买咱做伙卖开放，为什么要开放？就是有人急着要一定无才调，搁继续安尼活落呀，所以开始开放。既然是开始开放。政府都要担起责任来嘛，对，所以你来时阵要做伙，我拄仔才看到讲，哦，即摆迄个卫福部讲会当星期六、星期日继续住在这个防疫中心，对，上好会当7天做好满嘛，啊，你大家是讲搁愈放心，唔免都要紧张来紧张去，这伊敢嘛家己会放心，老实讲，所以然后讯息若是会清楚，像拄仔医师讲的。每一个语言拢资讯清楚，特别强调，你得安怎阮会发咯，这是为了大家好。我不相信大家会挡袂掉。对，所以而且10万块对移工来讲是足大钱非常的大啦，伊来到台湾都要开一条钱啊，即摆佫甲发一条钱。袂到雇主遐，我就会当欠10万，这是啥物代志？所以这若是讲好清楚，我相信无论倒一国的人，拢会尽量的配合。OK， 唔是讲尽量，大家基本上拢一定会配合。对，所以这。讯息要透明，政府责任要担起来，这2个就是最重要的。有影，对，是，咱嘛讲到吼，这个疫情对咱的这个部分的影响吼，就是这个境外移入，互大家真惊吓啦吼。但是咱讲吼，真正这些物件，若是这个移交院中心也好，还是讲这个劳动部也好，卫福部也好，其实这个工课若是做甲真透漏，其实都袂有这个破口的产生吼。所以这个围堵境外这个政策是无毋对，但是相配合的这个后壁这个部分是毋是有效应吼？这嘛是一大重点啦吼，另外咱要搁讲的是一寡这个好消息的这个部分啦吼。咱嘛讲到吼，全球已经是6000多万人已经确诊啊吼。但是最近咱嘛讲到吼，咱讲 Pfizer 和这个 BioNTech 这个合作的研发的预防剂保护力有90%啦吼。这咱过去嘛讲到，这个冷链的系统若是有甲解决吼，可能嘛是一大这个好消息。咱嘛看到讲12月初7开始哦，这个英国要专门来拍武汉肺炎这个预防剂，德国。法国嘛要来对咧行吼，咱嘛看到讲吼，英国要拍，其实这个因的这个旅客嘛要拍吼，一个这个示范的这个作用。另外，咱嘛看到讲，但是中正式讲，上期咱台湾伫咧明年3月至6月吼，就会当拍这个武汉肺炎这个预防剂啦吼。对大家来讲，拢是一个好消息啦吼。咱搁继续请教这个药生医师啦吼。咱看到这个预防剂虽然是吼，互咱真大的这个希望。有人讲吼，这个疫情其实来到2022年才当完全来消退吼。只有预防剂进前，2022年进前，咱该做啥无？对啊，这个是还是足大的大灾问啊吼，真歹回答咧吼。咱即马今年做遮好，但是咱也牺牲真济啊。是啊。自由啥拢牺牲去，然后国外出国拢袂当出去，等下拢爱做。所以明年过一年搁做安尼。咱大家希望讲有其他是毋是预防剂注入的拢无代志啊。但是咱冇讲到这个预防剂嘿，你做的。即摆预防剂到时安那个其实个唔知啊。是啊。因为迄是做临床试验，看起来目前初步是袂歹，但是伊规个数字拢讲袂出来啊。伊讲一部分公布尔，冇医护人员讲我第一波我袂做。对，有人安尼讲，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即摆就是讲是毋是预防剂
遮尔好。第一个吼，第二个大家上安全问题，大家上烦恼。那过来就是讲，买有买无，买来了，我即嘛嘛烦恼，买来，比如讲买2000万人拢下来，到时偌济人要住，啊，当时要住，吼，大概这问题真济。所以阮最近嘛咧讨论讲，到时住遮济人时阵，一定会拄到相拄好的代志。OK。啊，像即马安尼，即马做流感疫苗。已经有发展过来的代志，迄一寡安全的问题，大家拢唔知影时阵，就到时就歹做啊。所以爱先首先要先教育这民众，啥物疫苗安全啊，好，上面有做不良反应，还是讲这是不良的事件尔，唔是不良反应，这是两回事哦。不良的事件甲不良反应无共哦，迄两个差真济。事件就是讲我注射了后，我去跋倒啊啥，啊拢算事件。啊，即摆讲的即摆是讲心肌炎啥，拢个迄算事件。啊，做检查去专业的评估起来，这个代志甲这个预防下有小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时，这才是叫做反应。是。所以这两个是差真济。啊，即摆咱新闻咧报定啊，拢是不良的事件尔。OK。迄无一定有因果关系啊，唔是伊引起的，嘛甲当作是。尤其咱过去嘛咧讲吼，这预防社本身有几啊间公司啊，其实这个产生的这个不良的这个事件真济，但是媒体一个报落去，对产生影响到啊，对啊，是，对，大家惊吓都不爱做啊，啊，不爱做就佫出更大的代志。其实有的迄事件，其实后摆拢证实无问题，但是证实是爱时间。是。啊，临时讲伤紧，你甲讲，你拢无检查，你就甲讲无代志。啊，你若讲伤慢，你讲啊，你拖较久再甲我讲，做拢做歹做呀。吼，你专业判断时拢真歹做啦。啊，咱讲拢有人讲话啦，所以阮即个会当讲事先教育好势，讲这个代志一定会拄着，但物件拢会拄着。所以即马就是先讲了，啊，后摆正经发现时，事件还袂报较大，大概再来做。所以即马是爱事先要做这预防下，算教育预防社啦，有类似安尼。预防社爱先做好全国还是？大家爱清楚这个代志，到时一定会拄到这款代志，小拄着一定会拄着。但是大家爱较开放来接受，这是毋是到底有关系无关系？因果关系要来判断，要有专业来判断是毋是？我想这真重要。是，继续咱讲请教副院长啦吼，就是咱头拄仔讲到这个预防社这个部分啦吼，真正是看到这个救星明灯啊吼，但是有人嘛是真烦恼啦吼。是啊。医护人员真烦恼吧？应该是安尼讲啦，咱拢看到一个希望已经开始啊啦吼，啊，但是到底会安怎发展？我想这就是滚动的发展甲修正的吼。啊，我想咱的指挥中心嘛是会视疫情的状况去做一寡修正。所以吼，这个旅游什么时阵会使恢复吼？为什么后边有一个问号？因为这个问题吼，无我一个人回答袂出来啦。即使咱台湾做了好，咱就陈部长伊嘛可能无法度甲咱回答。为什么？因为即马全世界疫情吼，咱看起来敢咱台湾是真 OK。但是唔通袂记诶，即马咱全世界2天就100万啊呢，进行100万 case 爱累积偌久，可能爱60天，啊尾也变20天、10几天，即马2天尔呢。所以你讲即马疫情敢有比进前较好是无呢？是迄咱台湾家己看起来真平静尔，平行时空啦吼。对，平行时空。但是国外其实即马你看全世界。2天就100万人，你看这速度，你看喺印尼，大家我若无提图，大家看，大家我唔知讲哦，原来印尼就是遮严重。你看，这几个月你看，印尼规个数字拢出来，啊头仔迄个医生嘛讲嘅，这吼可能嘛是低估唔知几倍的结果呢。吼，这若是真实的情况，我想一定比这个较侪。伊这是伊讲伊确诊是57.6万，我想实际的状况一定是远高于这些嘛吼。所以吼，这看起来吼，咱即摆会使做的，就是我感觉就是吼。把口罩戴好，勤洗手。嘿，这就是咱民众即马会使做的代志。啊，过来就是静观其变。啊，搁有就是啥吼，因明年吼是牛年嘛，牛嘛。啊，咱迄台语讲扭转乾坤啦吼。啊，咱即马就来嘛讲明年会使扭转乾坤安尼啦吼。所以要扭转乾坤的这个前提，就是咱继续甲公共卫生做好势啦吼。咱讲这个围堵的境外吼，真正咱头拄嘛讲到小型的这个部会，啊真正吼牵做伙啊，莫伫遐这个踢球踢来踢去啦吼。另外咱头拄嘛讲到吼，检测这个部分嘛委请到这个外交部去甲这个咱讲吼，真济来源国的这个部分吼，叫因都要提供是这个核酸检测的这个
个部分 PCR 啦吼，所以咱嘛讲吼，望伫咧遮吼，咱台湾也是真安全吼，嘛希望这个世界卖安尼遐尼啊，这个平行时空啦吼，加学台湾啦吼，咱嘛看到讲拜登上任了后，要甲吼宣布100天拢爱挂喙炎，这嘛是一个大政策伫咧啦吼，所以咱讲吼，明年真正这个日本政府建议讲，这个明年春天开始就要小规模这个外国旅行团，咱讲对象就包含伫台湾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啊，咱这个真正爱去的，Osaka 啦、Tokyo 啦吼，也是疫情拖了真侪这个所在，尤其佫有这个北海道、北海道遮啦吼，拢是真大规模，而且可能佫有社区感染、本土案例等等这部分啦吼。所以大家吼，虽然日本咧甲咱握手啊，但是有的人嘛是也唔敢去啦。虽然要小规模开放，啊，共款去观众朋友嘛是14天、搁7天，安尼这个意思啦吼。所以这部分拢是袂当减的吼。真正，所以咱讲吼，虽然这个预防社有这个好消息，啊，旅游大家嘛真望要飞出人吼，飞出国去啊吼，啊，但是咱真正吼对着家己的这个咱讲自主管理也好啊，家己公共卫生真正爱做甲真透啦吼，啊嘛望讲全球这个6000多万的这个确诊的这部分，真正会使放较停，但是真正毋是咱干那台湾好尔，其实全世界咱好啦吼，啊望这个预防社真正自律，咱讲12月初7英国真正。卖有真侪这个不良的这个事件好，不良反应也好啦吼，这嘛是咱所望的啦。咱真正讲这个全球爱真正吼，透过这回这个疫情吼，拢爱去做一寡吼检测，还是讲检验咱过去的这能量不足吼。咱一开始就讲到这个劳工的这个部分，咱嘛希望讲政府真正好好看到这移工这个大问题。今日感谢三位来宾，我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马上再会，感谢，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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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